張子和大醫嘅心理治法，大家都已經聽聞過啦。今次係張子和大夫筆錄咗當年喺山東一位楊大夫對病人嘅事跡喎。當日係咁嘅，呢位病人因為經常肚瀉難止，專程去揾楊大夫求醫喎。病人陳述咗求診嘅原因之後，旁邊嘅人見唔到楊大夫埋去診台上面對病人進行中醫四診嘅動作，就係望聞問切。楊大夫竟然同周邊嘅人傾起偈來喎，喺上午高談天文，闊論氣象到下午，唔單止周邊嘅人聽得津津樂道，嗰位肚瀉求診者亦都聽得趣味盎然而入神喎，一時間冇咗腹痛泄瀉嘅感覺。楊大夫對於患者嘅肚瀉，只能夠不治而愈，有咁嘅解話啦。對於腹瀉不止嘅人，先問佢有乜嘢閒情興致。若果佢中意捉棋，就同佢對弈不停；若果佢愛好音樂，就同佢奏生弄笛於不絕啦。如果你對今集嘅內容有分享，歡迎你喺評論區分享你嘅回應，多謝大家。